好，搁再一遍讲吼，就是我伫 Clubhouse 遮是无录音，应该是无啦，我无注意看，我看觅。要来看 ，Pin link allow， 我看袂出来吼。歹势，我规部结果拢袂记开家己的麦克。我拄则开一个时间甲 YouTube 的直播set up 起来，主要是为着要录音啦，毋是要直播啥物件，无啥物通好直播吼。因为我嘛无甲即个论文的内容，我无甲 scan 落来，还是翕相落来吼，所以我就直接读。主要是要 YouTube 主要是要录音，但是我伫 Clubhouse 遮是无设录音，但是我即嘛查袂出，我毋知影有了无好。OK， 咱直接开始来读吼。即篇论文是伫个台湾风物杂志吼，1992年9月即期吼，第42卷第3期，1992年吼。我大学毕业了后，开始家己有收入了后，我就开始订迄个杂志吼。但是我袂记我订几档啊吼。这杂志一年才出4期尔，应该是季刊啦吼，一年才出4本。所以我当然是一定有留落来而且我阁甲载来美国遮吼，因为迄当阵其实无真足看啦吼，电脑是即嘛，比如讲我有兴趣的主题，我会等于现着看着时，我电脑会足认真啊看书安尼吼。比如讲今仔日咱要读的即篇，我著读，伊是标题是叫做日据时代。我的头像就是伊头前啊吼，总共有40几页我会记吼，对49页到85页，安尼差36页的论文内容吼。每一页内容其实无介济，但是我认为我可能1点钟内要读煞是有介困难吼，若无就分做2遍。我进前我拄要开即个课，开即个房进前1点钟，你想讲我是毋是应该甲小整理者吼，咱大家伫1点钟内当拢吸收着安尼。感觉想想啊，我嘛无迄时间吼，因为一方面我腹肚实在是无啥爽快。我意思是讲，我胃一直足紧张的吼，所以袂使，我一紧张就会疼起来吼。疼起来是袂要紧疼，上恐怖是疼起来了后，头壳会戆，会想要吐，迄个规工足艰苦的。所以我就无爱家己伤紧张啊吼。本来拄则咧食早顿嘛，想讲哪看哪，到尾我也放弃啊。食早顿就是爱认真食，无我安尼操一直以来吼，歹习惯你操即个胃吼，已经操出问题啊吼。好，咱来读吼，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但是呢，我伫遮就干那即个标题，我咧读尔，就过来我就拢读日本时代吼。原因就无爱讲啦吼。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吼，拄则是红衣人，咱就一字一字来看吼，读偌济算偌济。台语研究200年史当中，日本时代50年，会当讲是上璀璨的时代。这个璀璨，我袂读的吼，璀璨吼。日本领代期间，以总督府学务部为中心的日本学者编撰吼，这个撰毋知是安怎读，数十本台湾语教科书，创刊了6种台语杂志。编了10外本的日台词典、台日词典、字眼典、地方词典、实物名类名汇吼，词汇例汇，实物名类、职业名类之类的台语词典吼，
你来讲下吼，这有10外本，我毋知影即个10外本伫台书店是讲伫台书店10外本，还是讲即我所总有即寡有诶无诶即个加起来10外本吼。为台语留落来，汗牛冲动吼，这是华语诶四字俗语啦吼。汗牛冲动诶宝贵文献，毋若安尼，伫咧质诶方面，一番过去，中国民间西洋传教士诶业余研究吼，中国嘛是到遮尔吼，过来就是用希腊吼。西洋传教士诶业余研究，以小川尚义为首诶日本台语学者，以其专业诶学养、敬业诶态度，开创了学术研究诶风气之先。伫咧汉语研究，伫咧汉语研究史上应该有伊诶地位。奈何因为台湾地处偏远，无论对支那、对日本而言，台湾拢是边疆之地，其成就虽不为人所重视。头前这落长就是讲日本人做足多啦，但是无受重视的吼。反正我略甲无讲介顺，但是就是总结来就是安尼啦吼。日本人研究台语的目的，一言以蔽吼，一言以蔽之吼，绝为教育日人台语吼，即拢用咧文言文的写法吼，拢是为着要教育日本人的台语，以培养统治人才。伊已经甲即几篇经过30几页的即个论文用即句话做结论讲出来吼。日本人研究台语的目的，一句话讲，就是为着要教育日本人的台语，来培养统治人才。本文要对历史的观点略述50年间日本人的台语教育。一句话就讲煞，但是用30外页的内容来讲，伫这50年，日本人是安怎做台语教育的吼？所以你若有兴趣，咱一日来。所以我无认为无必要讲，我甲你 summarize， 佮甲你，咱有兴趣，咱就真正一日来学习来看，讲伫咧50档内日本人是安怎做吼？无兴趣你就会当离开，这就开时间的吼。我无定1点钟无法度读煞吼。医德修理甲台湾教育，医德修理伊总共即个内容吼，我先甲即个小标题先甲各位介绍者，互大家知影讲内底写啥物内容吼。第一段叫做医德修理甲台湾教育，医德修理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叫做伊泽修二吼，华语的读法伊泽修二，日语我袂晓吼。医德修理甲台湾教育。你伫即篇内底，你会当认捌即个人是啥物人？为虾米伊会对台湾教育有兴趣来到台湾来教台湾人？当然，伊一开始毋是教台语吼，咱来看一开始吼，白乌龙啊，足趣味的代志吼。第二段是市民队的教育政策，市民队的教育政策。第三段是对台人日语教育。当中的台语对译，就是你要，伊即嘛就是文章甲遮分做两条线，一条是教台湾人，一条是教日本人。教台湾人拢是主要是要教日语，但是台湾人袂晓日语嘛，所以你就爱先用台语来教台湾人，要安怎讲日语。所以伫即条线所甲你讲是，伊要安怎用台语来教日语吼。好，另外一条线是对日本人的教育，所以第4个小标题是对日本人的台语教育。伊嘛咧教日本人讲台语吼。这点比起来，国民党是输点吼。在国民党的眼中看来，台语不离个是支那语的其中一个分支尔吼，连教必要都无，所以伊拢完全无去想着讲，伊爱教迄寡来接受台湾的即寡公务人员，爱教因讲台语吼。国民党是完全无做吼。好，对日本人的台语教育内底，伊就分做5个小标题吼，5个主题。所以这内底讲较出详细，伊是安怎教日本人讲台语的吼。第一个是土语讲习所，
第二个是警察官甲事业官，就是监狱内底的事业官的练习所。第三是总督府讲习员的养成班，就是教即寡总督府内底的讲习员啊。讲习员是咧做啥？我是无啥会记，咱等下看。第四是国语学校，国语学校内底教台语，伊即嘛应该是针对日本人咧讲吼。第五是私塾，应该是私塾读私塾吧？私塾啦吼，就是日本人伊有开私塾哦，伊有开，甲你开册房，开即个毋是汉学房，是你嘛知讲汉学房，就是日本人开的汉学房，教日本人讲台语吼，有这哦。好，上尾吼，这两三是第五个大标题，第五个是台湾总督府的台语教育台语研究吼，台湾总督府的台语研究。这内底有两个小标题，第一个是研究目的。第二个是主要的研究者，就是介绍讲参与即个台语研究的即寡主要的人物吼，其中当然小川上义绝对是伫内底吼，还有另外其他几个人，咱再来认白者。歹势，好，咱第一段来看医德修理甲台湾教育，好，咱等下伊会介绍即个人。西方传教士为着传教的目的所做的闽南语研究成绩，虽然颇有可观，但是就规模而言，其实远不及荷属印尼殖民地政府为着统治的目的所编撰的《荷大词典》，以及荷华文语类参、夏荷大词典甲荷华文语类参吼。这显示讲政治力比民间的宗教势力有路用搁较侪吼。歹势嘿，伊即段是咧讲西方传教士虽然做足侪啦吼，但是伊即只咱也无讲是迄个荷兰时代吼。伊讲西方传教士做遮侪，但是规模而言，和荷兰时代印尼殖民地政府为着统治相款吼，为着统治的目的所编的这两本大词典，一本是荷大词典，一本荷华文语类参，比起来还阁输添添。你传教士做较侪，较输一个政府做。吼，所以咱毋是今仔日读论文啊，其实我先煞讲一下我的意见，或者是我的规则，我的解读吼，解读啦吼。相关吼，你即嘛，比如讲白话字的市场，和即嘛，中华民国教育部咧吹哨的迄个叫啥名啊？吼，迄个罗马字的市场吼，其实就已经愈来愈差别，愈来愈，我都已经明显开始感受到吼，实在是无法度比吼。你民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实在差一开足大开吼。伊即只是无讲荷兰时代，但是应该是指荷兰时代啦吼。就是荷兰时代，你连即寡传教士做过较侪，但是伊当中伊讲的即个闽南语研究嘛，足奇怪吼。荷兰传教士伊哪有必要去研究闽南语啦？迄当中荷兰传教士研究，咱拢知影嘛吼，主要是。迄当阵诶，西拉雅迄边诶，什么新港，什么华武人，佮南部即个放射啊，传教士做足侪嘛。我认为，敢若伊即段我就会甲拍 question 嘛，我可能直接甲问你，确定你写是对嘛？吼。就是传教士伊无可能有兴趣去研究。闽南语，即只要写闽南语吼，所以我认为我就直接读闽南语，我嘛毋知伊讲是到底是闽南的什么语言吼，应该是就是讲台语啦，我相信吼。问题是荷兰传教士伊有啥物必要去学台语啦？伊迄当阵传教的目的主要的对象根本就毋是华人啊，毋是迄当阵的迄个闽南的移民嘛，是在地的即个
台湾的即个原住民嘛。所以摕即个来讲讲，为统治目的所编撰的，你看下河大书店、下门音哦，以及荷华文语遗产嘛是华嘛，就是当然无可能比会过吼。好，咱即段咱读过。好，咱继续看咧吼。日本统治台湾50年，为着统治上的方便以及动化政策的需要。自一开始，就是以总督府为中心的官方机构以及官员的力量，积极进行台语研究，主将当时的历史背景略作叙述。其实我安尼读有一感觉一个问题啦，伊就爱用文言文的写法去写，但是你若知，你平常时你讲文言文，其实大家都听无介有啊吼，因为咱已经无迄个文言文教育啊吼。所以，我一定要用白话的方式读，才有法度各位才会当理解哦。就讲，只将当时的历史背景略作叙述。就讲华语可能你个会当惯势啦，因为华语是一种套含足侪文言文的这种语法吼，尤其是伫台湾吼。所以为虾米台湾拍袂过即嘛西南迄边的即个华语？伊迄边就少年人都爱讲叫做基语，其实对我。基语敢若基迄寡什么立马，什么有诶无吼，什么视频吼，整个西南语内底，就即寡少年囡仔对即寡英语袂爽着对。其实我伫遮也兼分享即个观点，迄表示讲台湾诶迄个白话语诶教育出问题嘛，你整个迄个白话语诶运用无法度含西南语比嘛。伊迄边英语的活泼活跳，比你台语比你台湾的迄个西南语教育更较好嘛，所以为什么我等我用只将当时的历史背景略作叙述，你可能看有，因为你自细汉受的即个文言文、华语文言文教育做太多嘛，所以我用台语读你无法度理解嘛，你可能听啊哩啦。我一定用白话讲，你才有法度通理解。但是华语免华语，所以华语伫台湾的华语教育中，文言文的即个都有深，各位就对遮来想会出来吼。好，所以我尽量用白话，伊写文言，我尽量甲读做白话啦吼。咱就将迄当阵的历史背景小可踮遮小讲一下吼。讲起到日本时代，日本伫台50档的教育史，袂当无提起讲台湾殖民地教育的创始人伊德修二。伊德修二1852年，就是日本嘉应4年的辛亥，就是哪年吼？6月29号，1852年吼，6月29号出世伫个信浓国伊那郡高原城吼，高原城。伊自细汉，伊个写文言啦吼。自细汉对伊个外公瑞典文游为门，读书写字，小可较大汉了后入番学的款哦，伊即个字皇宫迄个皇吼。皇宫毋是迄 emperor 是什么教育的迄个皇宫学堂啊吼，学术殿堂的皇宫啊吼，迄个皇。你看用个字吼，外文的外文言就对啦。小可大汉了，伊去入番学，我甲翻做番学啦。番学就是因的迄个日本藩国的即个国语教育啦吼。伊学才博群，就是讲伊成绩诚好啦吼。久为寮长，就是被推举做寮长是啥我就毋知吼，可能是班长之类吼。迄当阵西方的势力一直逼东亚，西方的势力逼来到东亚，先是英国、荷兰，过来西班牙，挂据南洋争夺殖民地。1840年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战争，西方帝国主义轻而易举，真简单的来打败东亚的老大哥
中华帝国。1854年，Perry 拍开日本锁国政策，世界局势变迁显现西方文化的强大。这是伫1895年进前，台湾被日本占领进前，经过西方的东方的这个局势，就是安尼。拄则已经讲吼，伊用几啊战争来讲1840年阿扁战争，1857年英法战争，1854年8里去拍开日本乌船去甲日本嘛世界局势的变迁显现西方文化的强大。所以呢，伊伫伫研读汉文书籍之余，伫读汉文以外，伊嘛勤读翻译洋书，伊原来足认真去读翻译的即个西洋字啊潜心西学就足认真去学西方的学问。1867年，伊伫辗转来到江户、京都之间。咱拄则讲伊啥物所在的人？信浓国，我毋知信浓国倒位你若有兴趣的，你来显者。信浓是不是美浓迄边啊？毋知。所以1867年，伊来到江户，就东京甲京都即只关东、关西伊拢去开始你编即个英文字典，家己咧自学英文，然后入去南澳学习南澳，咱尽量讲南澳1868年，明治维新，伊伫毅然上东京，就是去拜一个老师，是中滨万次郎，以及另外一个美国传教士里尔去学英语。1870年，选做调停资番龚振兴入大学南校，这读过就好啊，我无爱解说，我嘛无解清楚这是咧变啥1872年，废大学南校，创做第一番中学，第一中学啦伊伫被拔左迄个左做干事，就是选出来做干事啦出师文部省，就是伫咧文部省做官，伫遐你食头路啦文部省，所以就安尼入政府做官做食头路啊。这是1870年的代志。离1895搁20档所以其实伊迄当阵已经有一个年号，有一个成就，有一个地位啊对来台湾的时阵，1875年3月担任官立的爱知县师范学校校长。1876年7月奉派去美国考察师范教育，入 Massachusetts 的 Bridgewater 师范学校来就学。1877年7月毕业，你看已经是师范学校的校长啊！我最近才看到，但是我袂记得我伫什么人、什么所在、什么文章去看到。伊讲日本人，你若像我伫美国，或者是你伫欧洲，你若拄着讲迄日本人来留学的来留学的，你若是听讲伊是摕官方的即个经费来，你就知影讲，即个人伫日本伊是一流人才。若家己开钱来留学来，一般来讲是无是真普通的人啦或者是讲，你拄着迄寡公司派出来学习的，一般来讲，伊就是公司内底上优秀的OK。我对迄篇文章才明白讲，原来日本人做代志的方法是安尼，甚至是讲，因根本就无重视你的即个学历啦你入去了后，你是人才，伊会甲你培养，伊会送你出国去读书，伊会送你去一寡什么训练啥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含台湾人就无共的
分享一下，大家知影一下，就是讲这是培养人才的方式哈。日本人是安尼做吼，所以人伊伫1875年3月就已经做爱知县师范学校校长哦。结果呢，过长年奉派去美国考察师范教育，然后就去一档尔，然后就去迄个马萨诸塞州师范学校去遐留学，佮去变做学生就对了吼。1877年7月毕业，读一档就学中对贝尔士这种教育法叫做视化法吼，视画法吼，用看的法吼，视化法。后来利用视化法，利用视画法，重视良雅教育，就是教迄个会教的吼。用这种视画法教会教的，教或者是矫正口疾吼。并且伊拄一本书叫做《日清理音鉴》，日清理音鉴吼，官话运输日清理音鉴。我咧想，是毋是即个清就是指中文啦吼？应该是，等于是日华书店就对啦。伊当阵就写一本即个日清理音鉴。好，咱继续看吼。伊得受理咱好好啉目者。上快今仔1点钟啦吼，读偌济算偌济。师范毕业了后，入哈佛大学，就哈佛大学啦吼，哈佛大学学理学约略1年。所以伊伫遐Bridgewater 师范毕业了后，佮入去哈佛大学学即个理学学1年。1878年5月，所以伊1876年出国，1878年2年后就5月回国。任教伫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本来伫爱知县的即个做校长，即嘛伫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咧做理教吼。迄年的10月就代理校长嘛吼。1879年3月升做东京师范学校的校长，所以1879年就过长年啊吼，过长年10月代理校长，过长年3月就升做校长吼，正式校长，进行大改革，确立日本师范教育的基础。这在日本就是一流的人才啊吼。到尾是安怎啊去用？这若是以时那人观点，就是去用配发编强啦吼，下放去改造啦吼。但是毋是吼，故事毋是安尼，咱来看。就是时那人干来出发离再去台湾吼。啊，人因毋是吼。1881年6月担任文部省小书记官，这个少哩啥物意思我无解清楚吼，可能是少年书记官啦吼。少年毋是讲年岁，少年就是较资浅的。我你晓啦，我袂晓。1881年吼，就是讲1879年3月做校长吼。2年后，大概伊就做文部省小书记官。1885年4年后，担任文部省大书记官吼，本来是小书记官变大书记官。4年后吼，这是4年后的。同一年12月，升做新内阁的文部省编辑局处长吼。文部省会对分一寡局啦吼，其中的一个处长。第二年就是做处长的第二年啊，已经是1886年吼，升做局长，进行小学校教科书的大改革，所以变成是文部省内底咧编教科书的迄个主持人就对啦。日本人的教科书就是伊编的啦，伊主持编的就对啦吼。同一个时间点，自1887年1月开始兼任啦吼，东京音乐学校的校长。1889年6月开始兼任东京蒙雅学校的校长吼，就是青年甲会教的学校的校长。两校继续草创吼，就是这两个学校其实是拄则成立尔。歹势我伫吐吼，明治维新，歹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由胡纶混杂的全盘西化，一直到极端的国粹保存主义的论争当中。
所有你即马伫台湾所面对的一寡，你要进步、要行远你的目标，所拄着的一寡争论、争议、斗争，伫日本拢发生过吼。你毋通想讲日本拢行甲足顺势哦，无啦，若是相反一段一寡你甲你摇后骹吼，一寡你甲你阻挡吼。相反，伊讲对面伫以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嘛是这两条路线一直咧斗争吼，全盘西化。伊用一个形容词叫做囫囵吞枣吼，囫囵吞枣全盘西化。另外是极端的国粹保存主义吼，就是完全歪西化吼。文化论战反映伫个教育思想上，就是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哦，这是文化论战的两条线吼，国家主义甲自由主义吼。1890年2月11号，伊德发起创立国家教育社。1890年吼，伊发起这个叫做国家教育社，看名你就知吼，是国家主义。以其破灭自由主义的危险思想，5月30号开创立会。就是1890年吼，开创立会，伊德被推选做社长。同一年6月创办国家教育杂志，以宣扬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哦，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台湾所欠缺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国家教育社。各位有兴趣吼，拢会使来做。正当此时，就是1890年5月，明治颁布教育特语。1890年5月吼，明治颁布教育特语。伊的教育思想，国家教育社所标榜的国家主义教育歹势我谈唔对吼，就是即个。教育特语内底的教育思想，吼，和国家教育社，就是因创办即个社嘛，1890年创办即个国家教育社嘛，吼，就是教育特语和国家教育社所标榜的迄个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相像的，吼。使得该社大为激烈，就是恁创即个社创对啊嘛，因为。天皇就是即个意思嘛，吼，所以受到真大的击败。所以咧，伫费了4年的功夫编成吼一本书，叫做《圣儒大全圣谕大全》，谕是皇上谕印迄个谕吼，《圣儒大全》1893年出版，全本书4000多页吼，咱今仔要读30几页啦，迄本书4000多页。1891年6月。伊德辞职下野，专心伫国家教育社之事业。就是伊本来是内阁文部省的编辑局的局长嘛，兼两间校校长嘛，吼，辞职。我毋知是啥物职啦，但是绝对是教育迄个文部省的官职，应该是辞掉吼，专心去做家己私人即个国家教育社吼的事业。1892年创设国立教育基层同盟会，就是有一个同盟会啦，吼，叫做国立教育基层同盟会，国立教育基层同盟会吼。这个基层是迄当阵真惯势用的，真流行一个词吼。我记迄当阵是即个伊推设台湾议会嘛，是用即个基层吼。大力来呼吁国库负担普通教育费，就是因即个。国家教育社呢？毋是国立教育基层同盟会是催促讲由国家国库来负担教育费啦，学费国家出啦，吼。1892年6月创立学制研究会，致力伫学制改革。好，咱讲咱是对49页开始读吼，即嘛是52页。1895年，即马礼拜麻烦你再去听顶头即个 YouTube 我的录音，到时你再去听头前的部分。
1895年，明治28年4月底，清日甲午战争已经结束。1895吼，伊讲的是4月底已经结束了吼，并且议定台湾挂入日本，而即个华山自治伯爵啦吼，伯爵嘛吼，读做爵才对吼。即个华山自治伯爵呢，内定做台湾总督，伊是所以伊则于是啦，伊是官往伫广岛的大本营，伊就听到即个消息啦吼，华山自治做即个台湾总督，就紧赶去即个广岛吼，以国家教育社的代表的身份吼，伊即当阵无官职啊嘛，就是国家教育社，伊是因家己创办的吼，以即个代表的身份来觐见华山伯爵。台湾教育抱负，是伫遐就开始讲起对台湾教育有啥物意见，有啥物抱负，有啥物愿望，有啥物要实践的吼，伫遐就是开始讲起来吼，无客气啊吼。伊并且出示伊家己所设计假名符号注音的一本即将完成的官话文书日清字音感的原稿。等下后壁注脚我看者，日清字音感。各位会记得，头前讲伊伫咧留学的第2年，就已经用学了4月法，就开始写一本官话文书，叫做日清字音感啊。伊即马佫讲，即本是即将完成的日清字音感的原稿吼。我来看下后壁注脚是安怎规写即本。好，后壁注解第2条吼。第2条写日清字音感初版是刊伫1895年6月，所以伊迄当，所以可能是伊伫咧留学的时阵所写的，但是无出版啦吼。迄当阵就开始咧写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因为初版是1895年6月出版嘛，1899年7月再版，全书以文书的形式来编辑。文书的形式，文书应该就是文书，我无介清楚，可能是你讲写字典那种用对波模啊开始编起安尼啦吼。当然，你若字句是啊伊为恶啦吼。以假名注官话音，收官话常用字4000外字，又搁按日本假名50音的顺序排列索引官话音。即只官话，我认为应该拢是讲华语啦吼。就是迄当阵清国的官话嘛吼，此书由今管制随行并繁。即本书即嘛看起来可能是诚普通的字啦吼，但是伫迄当阵是以假名注官话，是算讲是一种创举啦吼。即种头一遍有人用即种方式去注迄个汉字嘛吼，注毋是注汉字，注即个希腊语的即个音啦吼，伊后壁安尼写吼，希腊字注音符号延迟了将近要20冬，才由教育部采用吼。但是比起波模，伊阁早20冬啊吼。安尼你就知影即本书，意思就讲即本即个人厉害的所在就伫遮吼。啊，即个人呢就甲即本书日清字音感哦。再来讲到遮去找即个华山自治头任的即个台湾总督吼，要上任的即个台湾总督，就即本书摕来就开始来遮甲自我吹箫啊吼。伫遮就开始发现伊就犯一个错误吼，伊认为讲即本书会当用来做青年教育，青年就是讲台湾人即只即个台湾人啦，迄当中算清国馆嘛吼。华山当场就邀请伊担当开创台湾教育之任。华山当场就甲买单吼，当场就甲签约啊！好，来你遮厉害，你遮搞吼，你有即个本事，你也已经传好势啊吼。
传便便啊，万行书传便便要来台湾遮无教育，安尼我就派你去吼。5月初8，中日议和订立，就清日啦，清国甲日本议和订立马关条约。5月初8啊吼。我咧读即本论文的时候，我感觉哇，速度真紧吼，骹手真美丽啊，咱下都拢看会到吼。5月初8订马关条约，10号2天后，华山主旗任命做总督。21号，伊德修理任命做大总督府学务部长。哦，10天后，总督可能都还袂，人拢还袂到台湾的官位拢已经摆好啊吼。此后，华山总督就将一切台湾市民对教育的代任委自伊德。哦，有啊，自以后所有的这个台湾教育，就是这个人咧换啊吼。所以，这个人伫咧台湾教育史当中，这个重要地位，你就对遮看会出来。后手所有的这个教育政策、教育方针、教育的做法吼，事情所有大大小小吼，这个人负责就对了吼。伊德修理吼，1895年6月17日，伊德人就到台北啊吼，过长个民间款就来啊吼。伊迄当阵以为讲，台湾既然是属伫咧清国之地。当然捌伫中国的官话，捌伫即个西南国的官话，所以觐见华山的时阵呢，伊所出示的迄本日清字音鉴，就是出伫即个误会。伊毋知影讲，即台湾人根本就袂晓读即种音啦吼。不料台湾人完全毋捌官话吼，当然读书人可能知啦吼。伊这整整带来100多名的陆军官话通译，完全无用武之地。100多人带来遮，结果来食白饭，根本都无。台湾伊都听无，无可能会晓讲吼。为了当通话是一名英国人和台湾人的即个安怎讲套会的，即个英国人和台湾人套会的即个人叫做巴连德，即个巴一个口字边吼，4巴好巴迄个巴吼，巴连德。连续连德平德的德吼，巴连德捌伫咧香港的高等学校毕业，精通英语，但是因为伊是套台湾人的血的啦吼，所以可能淡薄仔台湾话知一寡吼。伊德带几百个人来，结果敢若一个人会晓讲。伊德愈来到台湾第2天。就上书写第2天哦，伊代志大条啊。第2天伊就上书写伫一间叫做土语讲习所，并且提出台湾教育意见书。所以第2天随成立一间叫做土语讲习所，开始教台湾话就对，就是教日本人啦吼。意见书分做目 A 级要之教育关系事项。就是目下即要之教育关系事项哦。我为什么用华语念？就是各个华语的文言能力比台语做太侪吼。目 A 急要之教育关系事项，以及永远的教育事业2项，就是拄则讲即个伊提出第2天设即个设即个机构，而且佫提出一本意见书吼。意见书就是内底这2条。目前上重要教育事项是啥啦吼？而且这是目前上重要，而且第2项是永远的教育事业是啥吼？短期甲长期的拢伫这意见书内底拢考虑到啦吼。目 A 急要工作，第一是互新领土人学习日本话，第2是互移住台湾的日本人学习土语。哦，所以目前上重要2项，第1条爱互相的我都能沟通嘛，你学我的，我学你的嘛，吼。好，这是目 A 上级别。永远的教育事业，永远教育事业是啥物永远？永远教育就是设立师范学校，以
培养师资，并且设模范小学校、日本语传习所，渐次普及普通教育。但是，这个计划从何着手呢？从何着手？哈，着手要安读啊？我袂晓哈。从何着手呢？好，再来就开始紧了哈。好，咱其实真正完全无必要急咧甲读煞吼，足趣味的吼。咱来看这段历史就感觉足趣味的，而且咱会看得出日本人做代志的这个方式方法吼。剩10分钟，其实我无爱读啊吼，49爻读到52爻，啊，看到这个伊德吼来到台湾头一天就出现。你用想的，你嘛想会到，头一天来遮，伊是发，伊迄个心内偌大的冲击就好啦吼。规阵人700外人安尼，结果无一个我都通继续伊刷落来迄种咧雄心壮志吼，想要做诶，无一项做会出来吼。好，后手当然伊毋是安尼讲，第二天包仔款诶，搁转去讲歹势，我做袂落吼。这毋是我诶代志吼，我无即个才调，毋是吼。咱看即个人完全袂晓台湾话，一个人安怎来到遮台湾遮吹杀教育事业？伊是要吹杀教育事业啊，毋是要来遮教台语吼，迄毋是伊目的吼。OK， 所以你读即段其实嘛改正了，我有一寡对日本人迄当阵教育，我所理解的教育史对日本人的迄个看法，或者是日本人的即个理解吼。今仔读到遮吼，有要开讲的，做恁起来，我甲恁揪起来哈。你拄则听我安尼讲即个故事有啥物感想？有啥物？你若无感想，我先甲各位讲一我的感想，但是我袂记我为什么即个感想吼，就是我伫咧今仔要开即个房进前吼，其实我就想要甲各位分享一项代志。就是讲，你绝对爱伫你我要分享的代志，就是伊个感想是安尼来吼。就是我拄则佫看到一寡人啦吼，对即个听海英即出戏的感想，足懊恼的懊恼就对啦吼，非常的懊恼啥物我就袂讲。所以我迄当时心内有足深的一个感慨，你伫咧你的工作上，好好甲你的工课做好势，吼。尤其是即个工课，若是含即个台湾各族意识营造有关系的工课，你若甲做好势，你就是已经你替台湾独立事业尽一份心力啊！吼，咱较早有时就拄着迄寡，不管是哪样，还是阿强啊迄边的吼，迄寡粉红啊，开喙就甲你呛声，你有材料，恁毋发独立，你以后你就逐工呛声，我逐工就你无独立。今仔日我阿权伫遮开一间钟，我就是你武独立，我就是去建设，我就是咧做台湾独立事业即个工课。台湾独立毋是一个讲今仔日即个摆一饼，就是逐项拢成啊吼，无啦。台湾独立是一个足久长、一个足大的工程，逐工拢咧做，目标伫遐，咱逐工就迄个目标咧跑走，吼。所以今仔日我开这1点钟，你读这相款，我嘛就是咧做即个台湾各族意识的营造吼。虽然讲咱人介少啦，无来6、7个人尔，我当做偌济算偌济吼。好，比上兄你有兴趣，你讲。我嘛是因为之前我因为读册的关系，加减拢会读到安慰人老师的论文啊。伫研讨会嘛有当过老师本人啊，虽然我迄当阵我想讲，老师恁为虾米迄当阵拢用闽南语即个词？毋过这是一回事啊。事实上，咱拢看会出来讲，安慰人老师对遮个研究的量到底有偌济啊？因为我读过嘛，敢若几篇啊，顶头壳的，其实大部分我嘛无读过啊。搁较济啊嘛，当然，其实就像阿管你讲的啦，这是讲
一工两工，也是一两点钟的代志啦。反正其实袂要紧啊，因为对中国人来讲，只要你无顺意的意，你就是带渡，你随时拢咧带渡的时，随时会互人带渡去，所以就袂要紧啊。我敢若直接喘气，我讲一声啊，恁贵国最近安怎啊？恁贵国最近出迄个学新话5块啊，敢若看起来袂歹呢。哎，我嘛是咧甲学咯，我头前加3字，恁贵国伊就规个调起来，啊，当然爱用华语讲，啊无伊听无。OK，必上遐有写一寡笔记吼，我今仔日要必上遐有写一寡笔记啦吼，我拄则无注意。我要哪查讲我今仔日开即个房有录音啊无啊哈？应该是无啦，所以我等下规房即个拢无去啊吼。即个笔记所各位小看下。敢若是顶头迄个 replay 我毋知影是毋是中会使临时开，还是你一开始？无袂使临时开。我replace 也 off 啦，我即马看到 live detail， 我看会到吼。我点顶头迄三粒点一抓迄3点迄，顶头就是一点的就讲 replace 也 off。我意思就是讲，因为我无 replay， 我无录音，所以你遮所写吼，等下就会无去啊。啊，我甲必上遐所做笔记小讲者吼，咱甲笔记小看者。其他头前开讲的讲，听下影也未看，恁有兴趣再进去看吼。无啦，我嘛是咧拿咧啦。袂要紧。我嘛无咧做笔记，因为你哪讲我就哪找讲，安慰，譬如讲，因为我本来是想讲吼，直接找安慰仁老师这篇论文是毋是已经网络顶头找着啊？啊，不过就是因为安慰仁老师吼出道伤早，啊著作伤济，所以这篇论文就是嘛，足侪人引用的，我就凊彩拣一篇来看，我就看讲，哎呀，真正是，其实人拢有经历过啊。这个战争毋是讲今仔日才开始啊，迄为日本时代到今，其实迄已经毋知影战几落场去啊，就是差伫甲啥物战啊。比如讲啊，台语甲客语啊，台语之间嘛有啊，台语甲国语啊，国语佫会分讲日本时代的国语是日语，啊，华国时代的国语就是华语嘛，啊，甚至是2019年了后，国家语言法已经甲台语放伫国家语言即个抗战嘛，即个程度啊。啊，不过当然讲实在就是会去读法条啦。其实这是无正常的人啊，就是你日子过啊，逐工上班咧上班，读册，啊，孝单来的就爱读。你哪会去想到讲啊？再讲读过啥物国家语言，哇，迄是啥个假字无？我想讲正常人应该是安尼啊。咱就为着咱家己的价值观啊、理想啊，甚至是讲实在就是斗争的目的，吼，咱爱读一寡有诶无诶，所以我就甲迄个时间点记甲好势。2019年开始，我就咧讲台语，我就咧讲国语啊，哦，安尼，这是我挑伫讲去记的。我甲各位所写的笔记小读者吼。马文小有写伊德修理，伊的日语的发音是伊瓦萨修字吼，伊瓦萨修字，以后我若记得就安尼读啦吼，伊瓦萨，伊萨瓦歹势，伊萨瓦修字吼，伊萨瓦修字。1851年到1917年吼，伊的新伊甲个性吼，1851年到1917年，所以安尼是几号啊？66号尔吼，对日本人台语教育，另外是必上遐有分享即个网站是洪义仁老师伊本身的网站吼，各位会当去遐，所以伊迄遐网站的论文就伊家己所有论文拢收伫遐吼，拢会当看遐。有一部分敢若标题无连结，就是因为应该是甲授权有关系啦。譬如讲有一寡期刊就是伊就是无要互你买是，还是安怎，这其实较有可能。我今日读的即篇内底敢有内容伤济，反正就是有
有引用安慰仁老师的论文太济，敢若遐着，你就会读到一个头。嘿，我今仔日读的这篇个内底题目我看卖，还是你捌看过 ？UIJIN 伟人吼，安尼我以后读伟人，伊家己拢写伟人吼，我读伟人。对啊，我是看到其他人咧写的啦，就是讲其他人去引用蔡培火东车时，伊家己的讲法就讲啊，我14岁开3工就甲白话字学好势啊！创世时你是甲我呛死讲呛啥无？你讲你3工就会晓啊？好，等下吼，我先查一下红伟人 VJIN.IDV.歹势，我都要甲你问，结果我家己袂记。伊敢有收即篇啊？你敢有查过？拄则看，敢若无呢？无晓，内底无即篇吼。好，真正即个网站真宝贵吼，各位去内底显吼。洪伟仁先生，各位绝对要尊敬吼。你莫看伊内底写啥物日剧吼，你著甲呛声啊！你拜托各位哈，小目睭小闭较紧诶吼。OK， 尤其是因早即运诶吼，伫个战后或者是战争时，或者是日本时代末期出世诶即运诶吼，其实因受着蔡培火因迄寡人诶影响是足大吼。蔡培火、林献堂因影响，简单讲就是受着亲子诶即个思想影响是阁足大诶吼。因含咱是无共吼，所以毋通都共批评吼。其实吼，我甲各位介绍一种我进前讲的思考方法，你莫以是非来想吼，应该以立场来想。所以，因为你袂用是非来想，你就较袂去凊彩去批判别人吼。这真正是一个好习惯吼。所以各位爱甲各位分享啦吼。咱转来这笔记遮吼。好，蔡培火企图将教会罗马尼推广到社会各层面，早伫咧大正3年1914年台湾动画会成立的时阵，蔡氏就是该话来建议推行，结果受到班员退租的拒绝，就是因甲对台湾动画会讲啊，咱是毋是来吹杀即个台语罗马尼？结果因拒绝吼。了后，蔡培火就发表新台湾建设甲罗马尼吼。伊提起讲，伊14岁时阵，就用3工的时间，就甲罗马尼会晓，并且会当顺利甲因包兄来通信的即个经验。其实3工真正无啥，我连2点钟都学起来吼。啊，当然2点钟毋是讲你字袂晓学甲会晓，其实伫2点钟进前，其实我定你看迄当阵。有一个网站，绿色的网站叫做啥物啊？我即下一时也袂记，叫与媒体对抗吼。与媒体对抗内底，已经足侪人用台语，毋足侪人，迄当时足少人，但是你看会着用人用白话字咧写文章吼，或者是汉罗套蓝的，我伫咧大学的时阵就开始接触着吼。啊，当然汉字看无，罗马字是加减学一寡安尼尔吼。所以我讲我家己足臭屁，讲我2点钟学起，当然是因我长久以来有即个。有即个基础伫遐啦，看过袂晓讲尔啦吼。好，咱转来即个笔上遐笔记讲，即个蔡培火讲到伊14岁时阵用3工就会晓罗马尼，并且有法度含那遐写批吼，用即个白字写批，互伊相信讲罗马尼的普及是启发本岛之精神，确实建设文明的唯一的有效手段吼。不过蔡培火志愿并无得到认捌啦吼，认同啦吼。迄当阵虽然讲有人赞成嘛是但是反对者可是较占大多数。莫讲迄当阵嘛可是安尼吼。你着知影受到伊个汉语岛的人对即个罗马尼其实是足排斥的吼。主张罗马尼是外国文字，敢若适合教会使用甲文盲学习，对保存到创作吼。就是叶宜庭论日本时代台语文字文书面化3工。伊德修理就是我无读对啦伊德修理，但是我伊德修理是变调伊的姓他说伊德观音的德伊德，其他念法
伊着收，咧，这嘛无算离，其他了也是一寡腔口差啦吼，有诶是走音去诶吼，走蛇去，像阮着走蛇去吼，拢读做字吼。啊，有读字是南部台南迄边有一寡人读完。好，这期读煞，歹势，占各位开讲时间。拄则读册啦吼，我想做一下记号，无纸要读个袂记啊。哎呀，读到倒位？读到遮。好。歹势，拢袂记甲各位 invite to speak， 我主要是 invite 到一半哦。我拄则 invite 到一半，佮无用别项，我袂记，甲各位拢记起来吼。歹势。毋过我查着即篇论文，其实嘛拄好回答着我之前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讲，迄当阵就是伫蔡培火时代，到底社会对罗马字的态度是如何？安尼就等于会当证实讲，迄当阵伊嘛是蔡培火就是算少数派啦。啊，为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当看会出来讲，社会对罗马字应该是无重视的，因为就是台湾写汉字的人实在是足侪。啊，为这现象嘛，会当看会出来讲，社会是较重视写汉字这件代志啦。是，歹势。你讲你有伫倒会找着即篇论文啊？还是讲你即马讲的论文，就是我即马咧读的即篇吗？日本时代、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毋是，就是其实伫我迄段后壁，我有甲论文的名打出来，就是因为迄是公开，所以你找按这个名去找，你就找得到。迄是叫做论日记亭这篇嘛。叶宜定小姐所写的一篇。OK。啊，你要提出的问题是，还是讲讨论的点是啥？无啊，就是我算我自问自答啦，就是讲，因为我想要知影讲，譬如讲，咱其实拢知影，1885年开始到卫部就开始发现啊嘛，啊是到中华民国差不多到1970还是60年代，我会记得是70年代的时阵，互中华民国禁止嘛。啊，等于是讲，罗马字的报纸其实一直伫台湾拢有是差伫太人济啊是少尔，啊，个少嘛，当然是少嘛，啊，个就是，禁止了，就敢若讲大家基本上毋知影即件代志，到等于是我咧读研究所。前几档我就知影讲，早就有人咧写，而且就是我开始迄当阵就是已经是台罗出道一阵啊，因为台罗是2006年嘛，啊我读大学的时阵是2002，迄当阵我大学1年，所以说迄当阵我完全拢毋知了。其实罗马字的伫台湾的普遍的程度吼，是足少的啦。其实就是会当讲伫物理上就叫做可以忽略吼，不计啊。这是我的感受啦吼。这含即嘛，各位可能有诶认为讲哇，白话字不得了，其实爱强调讲，你会当用伊写日记写批互人啊，甚至伫咧即个福建即附近吼，你若用即个就用白话字写伫咧封面顶头，即个批笼顶头，批佫寄来到安尼吼，是可能是安尼，但是我认为各位这已经有小夸大去，就是讲白话字的伫咧台湾的地位其实是足低，而且分量是足轻。这是我认为这才是事实，吼。
这当然我是空嘴无舌，安尼我别讲尔啦吼，我无啥物数字数据通支持我的观点啦吼。我是甲各位分享我家己所想的啦吼。啊，所以像迄当阵会去学白话字的，当然最主要是教会内底的人。你以即嘛来想就知，伫台湾基督教是占偌济部分啦，占偌济成数。伊即嘛已经算袂歹，就是讲敢若超过5%以上，可能有10%可能有。这毋是长老教会，毋是台湾长老教会会贡献吼。台湾长老教会，咱之前我袂记伫倒读，我就讲过，台湾长老教会其实是不思长进的一阵吼，尤其是伫咧即个咱之前有读着嘛吼。一寡西洋毋是歹势，我毋是甲韩国语读的，我家己咧读即个基督教北部基督教，我即摆咧读南部基督教会的历史吼。你这两本书你伫网络顶应该可能找会到吼，一本是南部的基督教会的历史，另外一本是北部。北部我旧年可能就读煞。今年我即摆咧读的是南部基督教会历史，拄好读到讲日本人来台湾，啊，所有的即个西方的即个传教士拢去用赶转，日本人拢甲因赶走，吼。读到遮的时阵，我著迄当阵著含我斗阵伫读的人，我著甲讲啊，其实吼，在我看来，我伫遮安尼批评，真正是嘛无客气啦吼，长老教会可能来甲我骂吼。台湾长老教会其实是不思长进啦，吼！伫咧即个西洋传教士离开了后，其实因对因的传教工作其实做了，我毋是讲因无咧做，因有咧做，但是不得其法吼。即我嘛毋知原因，因家己爱去思考的吼。所以台湾基督教会的人数的成数，伫咧台湾一直拢占头5%尔，5%，迄是即几冬啊，因为新教派入来台湾吼，迄种新教派迄种传教方式是无共吼，含迄个长老教会因迄种长老教会应该算加文学派迄种教法是完全无共。加文学派其实是较理性吼，新教派即马基督教新教派是怪力乱神，逐项有诶吼。甲你吓惊，甲你啥？你一听你就惊哦，无信教代志大条吼。或者是讲啊，甲你感动，甲你感受哦，你哭到咱规面全目屎吼。你莫讲第二工，你迄工随着签落，无签啦，因为无啥物签。迄工你就随答应我要受洗，吼，我要领洗礼安尼吼。所以即寡新教派后来即个台湾基督教会人数的增长，是主要是新教派做出来的成绩吼。我讲遮久，我讲遮长，就是要甲你讲。迄5%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到白话字嘛。5%以外的人，其实我毋是讲无，但是足少的啊。5%以外的人受到即个汉字影响、汉字教育的即个影响，对罗马尼看认为即个毋是问题，迄是普囡仔耍的一套物仔。你若要成长，要真正学着即个中国文化上博大精深的部分，绝对嘛是爱来学汉字，然后人去读这什么六个俗个的不搭不亲的物件。迄就是我拄则讲的即种心态，就是所有汉字学知影汉字人，学汉字的人，会晓汉字的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士农工商的看法嘛，吼。啊，所以即个带袂好要去杀即个罗马字，绝对是白话字，绝对是困难重重嘛。你心爱先甲人偷开，人才会接受你嘛。你一开始人就足鄙视你这物件，哪有可能去足鄙视你这物件？哪有可能去接受你这物件？哪甚至你纸摕到伊面头前，甲你拼当面甲你拼粪扫桶就敢？即啥粪扫你摕来甲讲，吼。所以开一个人的心比教一个人物件搁较重要，吼。你甲讲遮侪，
也不如家己的心拍开吼，这就是迄个基督教新教派因厉害的所在嘛，因先开你的心，过来再逐大家甲你教吼。OK， 啊，还是拢我家己一个人咧讲吼，讲要开讲，结果拢我家己一个人咧讲。好啦，三年你有要讲啥？还是我甲时间拢甲你讲去？三年我拄则咧读论文的时阵，你敢若无伫的嘛？OK， 好，必须讲要补充啥？若无吼，咱后一，无吼，若无咱后礼拜再个1点钟的时间，再个来继续来读这本论文吼。读这本论文其实是对日本时代的历史会当搁较进一步明白啦吼。另外就是讲会当互各位对日本人伫咧台湾做台语教育的迄个心态目的会搁较有正确的明白啦吼。咱先不管讲洪为林先生伊本身的立场是毋是对翻译还是啥吼，至少你看会出来嘛，伊人是认真咧做学问的，甲即个历史上发生的代志一条一条拢写出来，迄会当去知嘛。伊今仔日敢写做论文，毋敢你甲体管甲挑战嘛吼。你若发现讲伊迄资料写毋对，啥毋对，你当拢摕出来甲另外写一篇好好甲骂一下，你就红啊吼。你敢去甲挑战即个学术的即个算即个大脑级的吼。我意思是讲，就算是洪为林本身翻译立场足明显的，但是你看你伫咧内底看伊所写的嘛，是绝对是拢照历史的所发生过的事实咧写吼。你就会当看得出讲，日本人迄当阵吹杀台语教育，因的做法是安怎做吼？为什么因会安尼做？就是即个和因的目的有关系嘛吼。你就袂有一寡错误的认知嘛吼，尤其是你亲日派，你即摆讲你亲日，我嘛亲日，我比各位搁较亲日嘛。但是我嘛愿意来明白讲，迄当阵到底日本人是安怎咧吹杀台语教育的吼？莫有迄种错误的想象，或者是错误的期待对日本人，或者是讲错误的明白吼，迄拢影响你将来你建立即个真好即个国家迄个基础，你拢基础拢踩无扎嘛吼，踩有扎愈扎的基础，你的国家建立会搁较好吼。OK， 这拢是足重要的啦吼，这是拢是台湾帝国台湾独立建国的足重要的工作，咱即嘛在咧做，所有甲你呛声讲你有才调，你毋去独立，我甲你讲，我逐工在咧做啦吼，直接安尼甲呛啦吼。好 ，OK， 安尼你做啥？你要同意你是逐工你做啥？你讲遐我听者吼。还是讲你要同意你若毋知明仔载包啊款就转去西纳去含伊参与即个伟大的统一事业吼。要呛声，大家来呛歹听拢袂要紧。好，安尼到遮吼。马有补充一寡资料。根据中华民国内政部宗教辅导科统计显示，台湾基督徒人口占4%，100万左右。这是当时啊，即嘛尔哦，即嘛才4%哦。好。根据基督教学者调查，201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12个堂会会友人数是24万人，出席人数是86000人吼。24万人是号称吼，这读物理的人，读理工有一个叫做啥？这一时啊，才甲迄个输袂记。号称实际上86000人咧出席尔吼。所以足少的啦，我当这含白话字无关系，即嘛已经含白话字无关系啊。就算你遮86000人，捌白话字，我看若有1000个就头笑啊吼。OK， 好啦 ，OK， 所以即嘛吹杀白话字更加是含即个信用无关系啦吼。我即嘛吹杀白话字，我直接呛明，我就是要吹杀台湾独立建国嘛，就是安尼吼。好。感谢各位，发挥几棒啊！哈，感谢各位。